그래서 다 도마들이야 아주 사람 중에 신신한 게 최로 부모님 게首先要問候透過網絡收看嘅所有法友，向大家問候，大家好，希望大家身體健康。本來應該係尋日上嘅呢個課啦，但係就改咗做今日。但係結果亦都係呢，去到尋晚啊，到今日凌晨5、6點呢，都冇瞓覺，咁呢幾日呢，都瞓得唔係咁好，咁可能呢，今日嘅發華把聲就會有啲沙啞啦。但係可能大家都應都習慣啦。呢次課程嘅時間呢，係成日都會喺度更改，咁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啦，法王好似好鍾意改嚟改去。但係其實呢，法王並唔係好隨便咁想改就改，而係確實呢，法王手上嘅事呢，確實係比較多，除咗要準備課程嘅事情之外，仲要處理好多事情，咁所以呢，喺呢度就要同大家交代清楚，希望大家原諒。咁尋日呢，係波卡楊希寧波車嘅生日，所以今日呢，係借呢個機會去祝寧波車生日快樂，亦都祝福寧波車嘅佛行事業增長。同時亦都希望護持寧波車嘅所有嘅人，包括最主要嘅就係堪布東遊寧波車同埋佢身邊所有嘅人啦，好似總管啊等等所有人，亦都祝福你哋，亦都多謝你哋。咁好啦，今日主要講嘅內容係乜嘢呢？當然，主要嘅課程嘅內容呢，就係講到第31個頌文。但係今日先唔會進入頌文，主要係首先呢，喺上一堂裏邊講到第30個頌文裏邊提到，法王米覺多傑呢係新建立咗好多寺院，尤其呢就係建立咗好多所佛學院，亦都叫做辯經學院，同埋都建立咗好多密乘嘅密咒學院。咁而呢啲學院嘅興建呢，其實都好多呢都係由法王諗辦法，或者係由佢出資興建。但係一聽到咁樣嘅講法呢，大家可能就會覺得，係佢自己手中攞出錢嚟去建造嘅、建立嘅，但係其實並唔係呢個意思㗎。的確當時呢，就有好多寺院、學院嘅呢啲咁嘅興建呢，都係由當地嘅一啲施主，佢哋係供養出呢個土地啦。就係佢係首先係包括咗呢啲建呢個寺院嘅土地，同埋呢係贊助興建寺院嘅資金嘅一啲施主。咁但係呢一個寺院嘅建設咗個建築係唔夠㗎嘛，仲要係呢個寺院嘅僧眾僧人係要源源不絕先至可以。
所以咧仲必須要有咧能夠不斷提供珍重來源嘅，我哋就係話當地嘅一啲領主同埋國王，佢哋係有呢個權力，可以係去提供當地嘅珍重去出價，就係之前嘅課程裏邊有提過啦，好似麗江嘅呢個土司，麗江嘅呢個地方嘅王咧，係會每年都會提供幾百位珍重沙彌去可以俾佢哋出家。咁所以可以睇到啊，要新建一座寺院，或者係要興學建立一個佛學院，其實的確咧係要具備好多呢各種嘅因緣嘅，唔止係外在嘅建築，亦都有裏邊嘅我哋話佛像啊、身口意所依啊等等呢啲都係要具備嘅。咁呢度我哋要關注嘅一點咧，就係法王米覺多傑同歷代伽瑪巴比較唔同嘅一點咧，就係佢對於呢個新建或者興建呢個佛學院，或者係話係佢對佛學教育嘅推廣，佢係非常關注關心，所以因此佢係起咗咁多嘅佛學院啦。咁針對呢一點咧，法王覺得係可以從兩個方面去說明㗎。咁首先就係會俾一啲投影片大家睇一睇。咁呢度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係從米覺多傑佢嘅諗法嗰度去嚟㗎。咁就係佢嘅睇法係點咧？就係因為佢係主事者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會從佢嘅想法嗰度去睇，點解佢咁注重興學？亦第二個睇法咧，就係要從其他教派點樣去睇呢件事嗰個角度。其他嘅教派所指其實就係話從其他人從外部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啦。咁所以第一點就係首先米覺多傑佢自己嘅諗法係點咧？佢嘅睇法呢度我哋首先必須要知道一啲歷史背景。咁就係噶舉派嘅第一座佛學院，或者係第一座辯經學院係幾時建立嘅咧？就係喺第14世紀嘅時候，由大師徒藏粗藏踩所建立。佢當時咧其實就係喺呢個澤堂嘅地方所建立嘅佛學院。呢個可以話係達波噶舉呢個教派裏邊嘅第一所佛學院。咁呢部分嘅歷史咧，將來有機會咧再同大家說明。咁至於呢個干倉教派裏邊第一位建立呢一個佛學院嘅人係邊個咧？就係呢一個第7世法王噶瑪巴，舍扎贊措。確澤嘉措。咁點解佢要去興建佛學院呢？係呢個主要係顯宗辯經嘅一個佛學院。咁個原因係咩咧？就係喺佢嘅一個《圖遷注釋地清規》呢一篇文章裏邊咧就有提到啦。呢篇應該咧就係出自於佢所寫嘅一個寺院清規。咁佢個大意啦，法王主要想講係個大意係咩啦？就係有好多文思嘅人，佢哋唔想要禪修。
然後咧佢哋透過各種原因加以詆毀。咁而有啲修行嘅人咧，亦都唔想要聞思，亦都係咧去對於嗰啲聞思嘅人咧，亦都係縱行詆毀嘅。咁樣落去咧，大家咧就可以話係咧係會徹底咁毀掉呢一個佛學院同埋呢個禪修院嘅呢個佛學嘅佛教嘅呢個傳統啦。最後咧，可能連呢啲名稱都冇啦。咁所以因此咧，確扎甘措咧就係咁樣講，就係講咗咁樣呢番説話，同埋咧佢係唔忍心咁樣落去，所以佢要呢個建立法學院。喺法學院裏邊咧，佢就係會去學習基礎嘅文法、內明同三藏典籍。但係除此之外咧，其實佢就有提到啦，如果只係學習嘅係藏傳嘅呢啲內容，藏傳嘅呢啲內容同思想，因為藏傳裏邊咧有唔同派別嘅思想，咁所以因此係會容易咧係生起咗呢個貪同瞋嘅呢個紛爭對立。咁所以咧，佢有提到，主要係要完全以印度嘅原典同注解為本嘅。所以咁樣嘅呢個佛學院咧，最開始就係要做聞思，之後最後就要令佢哋能夠能夠實修，咁就係有提到要建立咁樣嘅呢個佛學院。所以總之啦，我哋從啱啱呢一段法王確扎嘉措嘅呢個文字裏邊咧，我哋可以睇到啦，佢點解佢要成立？從過去係冇嘅，係從佢開始係成立呢個佛學院，係咧就為咗能夠去弘揚佛陀嘅教法、正法，就係只係能夠係透過，就必須要透過佛學院同閉關中心去弘揚。因此教法同呢個正法係不可分割嘅，呢個係一點。之後第二個原因，如果佛學院裏邊教嘅依據嘅呢啲文獻或者課本教本係藏傳佛教嘅典籍咧，咁可能會增長咗呢個更多嘅對立、貪瞋嘅呢一個紛爭。咁所以因此咧，佢有強調要按照印度嘅論點去講解嘅重要性。咁所以咧，確扎嘉措最初成立佛學院嘅時候，第一點就係要注意到啦，要學修並進，唔可以分割。同時第二點就係要注意，喺嗰個時候佢都已經留意到點樣去避免藏傳佛教內部唔同思想嘅對立同紛爭。所以就講啦，就係要去多閱讀嘅就係印度嘅原典論典。之後咧就係第七世法王噶瑪巴嘅弟子噶瑪青叻巴就成立咗另一個佛學院，就叫做列舍林佛學院。咁從呢一所佛學院裏邊咧，畢業嘅學生咧就好多，比較出名嘅咧就係嘅學者啦，就有來自江波嘅精阿達波扎斯林教，亦都有另一位著名嘅學者係巴沃佐拉聽話。其實佢都係咧曾經喺呢個列舍林佛學院嗰度受過教育嘅。所以唔單止係第七世法王成立咗佛學院，佢嘅弟子噶瑪青叻巴亦都成立咗列舍林佛學院，並且咧培養咗好多呢一啲重要嘅大師同學者。唔單止係甘倉家珠，之後咧喺竹巴家珠裏邊
就係呢個竹巴家珠嘅坤軒佩馬加波，亦都係成立咗竹巴家珠嘅法學院。但係當時咧就係有啲咧竹巴家珠裏邊嘅真人裏邊咧就有講啦。因為佢哋唔知道咧點解要去成立佛學院個原意，所以佢哋就會詆毀呢一個講法啦，就會佢哋話成立咗呢個竹巴家珠嘅佛學院咧，就會令到咧佢入邊嘅學説會有啲變質。但係咧回應呢啲咁嘅評論咧，喺披瑪加波嘅傳記裏邊咧都有記載佢點樣做回應嘅。咁但係總之咧，第一個成立佛學院嘅喺家珠金裝家珠裏邊咧，就係學習監造，但係大力去推廣呢一個家珠派嘅佛學院或者係學術學習佛學學習嘅咧，就係第八世噶瑪巴米國多傑。點解佢係咁着重呢一個佛學教育咧？個原因咧？可以佢係有一對於呢一個法王第八世法王對呢一個卡察卡瑪崇努林佛學院，咁呢個之前有提過，佢成立咗好多佛學院，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咁呢個當時咧係喺呢個加千世間嚴，即係加千大營裏邊。咁所以喺開始嘅時候咧，呢個佛學院咧係跟隨住呢個加千大營咧到處遷徙嘅。咁最後咧，佢先至係最後咧係長駐於一個地方。咁所以啊，喺法王米國多傑所寫嘅呢個為咗呢個加察加瑪蘇魯林嘅呢一個佛學院裏邊所寫嘅一個規章文，即係一個呢個佛學院嘅清規裏邊咯。咁我哋就唔會全部讀出嚟啦，就係講個大意啦。因為過去嘅歷代加瑪巴就係由於真正都係去認真咁去實修，咁所以咧實修傳承咧都係非常清淨咁樣延續落嚟。但係由於呢個時代變遷，佛教嘅精華，特別係達波家珠咧就開始式微啦。咁真正能夠悟入呢個實義嘅人咧係非常之少啊。而且咧就係有好多人咧，其實因為佢哋自己錯誤嘅分別，就會造成咗好多嘅紛亂紛爭。意思就係話咧，佢發現到啦，第八世法王發現到啦，好多人啊，包括係家珠內部或者其他教派嘅人咧，都會對家珠派咧係有好多錯誤嘅誤解啊。咁因此咧，第八世法王咧跟住就講啦，佢就提到第七世加瑪巴，佢有一個邏輯海典，嗰個就係法稱論師嘅一個量論嘅一個邏輯海典嘅，有做咗一部廣釋，咁佢就係對住係啦呢個部書去做教授。同時咧，佢亦都係就係為咗佢自己，同埋好似係佢同第七世法王做例子一樣啦。佢亦都係以咧做呢一個著作，以呢個撰寫典籍去利益他人。因為咧，佢覺得如果可以藉此嚟幫助到呢一個學習嘅人啦、學真啦，作為一種助緣啦。咁如果佢花呢啲咁嘅辛勞啦，如果能夠令佢哋能夠成為
得到菩提嘅一個緣故咧，咁係非常好嘅一件事情啦。咁另外咧，喺米國多傑嘅另一篇嘅有一篇自傳，個名稱叫做《作於天文山間》，咁入邊亦都有提到個大概嘅意思就係話啦，提到咧第七世法王。總之呢個就係頌文裏邊就咁提到啦，法王啦。咁係而家佢就喺度念緊呢段頌文。呢一篇自傳呢，有兩個版本，咁文字上呢係有啲出入㗎。但係總之咧，呢一段頌文嘅大意呢，就係呢第七世法王曾經咧親口有咁講過一段説話嘅。佢就有講過，咁我哋知道咧，第七世法王成立咗佛學院啦，亦都寫咗一啲量論嘅注解。咁而第七世法王咧，亦都有親口講過，佢今生咧冇呢一個對經典，對於呢個顯成嘅經典做好多嘅講説同埋聽聞，同埋佢甚至連一個頌文咧，亦都冇完成過。所以佢就話咧，因此咧，下一世佢必須要做到。咁第七世法王有咁樣親口咁樣講過，就係所以第八世法王有講啦，就係因為有佢上一世法王嘅一個口語，咁因此咧，好似佢咁樣一個愚人咧，佢亦都生起咗勇氣啊，從18歲開始咧就建立佛學院啦，等等啦。所以從呢一段嚟睇啊，第八世法王點解佢咁注重呢個佛學教育？就係因為咧有第七世法王呢一個預言啦。咁同樣啦，喺呢一個米國多傑嘅行持本身中，亦都有提到，過去咧噶舉派裏邊咧係冇太多呢啲 Rajamba，即係呢一個智者學者啊。咁呢一段有記載啦，但係而家咧喺呢個伽瑪真院裏邊，我哋所知亦都可能就係咧。可能唔係特別係指邊一座伽瑪嘅呢個真院，係主要咧係指所有呢啲新舊嘅伽瑪巴嘅佛學院裏邊咧，就有50幾位呢啲具備咗呢個 Rajamba 嘅呢個名號學者呢個名號嘅人啦，可以稱之為學者嘅人咧，就有50幾位啦。咁所以可以睇到啦，喺米國多傑嘅時代咧，就係因為佢大力推行呢個佛學教育，所以當時咧亦都有好多學者出現啦。咁尤其咧就係米國多傑唔單止係成立咗辯經學院、顯成學院，佢亦都建立咗好多所咧密乘學院。而且佢亦都咧廣大咁去推行呢個密乘嘅教育，同埋咧呢個儀式。因為喺米國多傑嘅行持本身裏邊都有提到，就算咧唔係好似過去密咒成金嘅傳統咁隆重啦，但係而家呢一啲珍重斷行者同埋呢個密咒院嘅行者咧，佢係對於聖樂密集、歡喜大威德、大日如來、紅色嚴曼德噶、
大黑天、紅觀音、金剛亥母、時輪等本尊法嘅成就壇城，金剛舞唱誦曼德壇城、曼德拉、儀軌等等各方面呢，過去冇成立嘅，亦都已經建立，或者過去已經失去咗嘅，佢哋亦都已經恢復翻啦。所以呢度先做一個總結，就係我哋知道啦，之後咧藏地之後就有分別咗呢一個，譬如佛學院同埋禪修院兩種唔同嘅傳統，大概可以咁樣分成呢兩派或者係兩個傳承啦。咁薩迦同格魯主要係呢一個佛學院嘅傳統，至於噶舉同寧瑪主要就係傳承咗整個呢個禪修院實修嘅一個傳統，呢個係可以話一種眾所周知嘅情況。但喺實際歷史嚟睇啊，薩迦格魯派嘅傳承裏邊咧，其實的確學者輩出，而噶舉同寧瑪派裏邊咧，成就者亦都眾多。咁呢個係非常清楚，但係咧，你亦都要知道呢度我哋分為所謂嘅呢一個佛學講說同埋禪修係分成兩種啦。但係呢個其實只係咧喺特點上嘅強調咋。強調其中嘅各自嘅特點。如果因此咧，你就認為咧，只需要佛學就唔需要禪修，或者係覺得只需要禪修而唔需要佛學嘅話咧，咁就係一種好大嘅一種誤解。呢個並唔係咧佛王自己嘅諗法。而係咧，過去嘅祖師咧，亦都不停咁同大家講咧，學修係要並進嘅，因為正如世親菩薩講，佛正法有異，為法教，為教正為體，有詞說行者，此便住世間，此便住世間。意思就係話咧，佛教要歸納為佛可以歸納為教法同埋正法呢兩部分。而如果要去弘揚佛法嘅話咧，就係要透過佛學院嘅呢一個講說；而要喺心續中去生起正悟嘅話咧，就要透過禪修，即係實修。咁呢兩者咧係缺一不可㗎。所以並唔係話邊一個比另一個重要。當然啦，任何事情都有先後順序。咁例如就係話第一步做乜，第二步做乜，甚至最簡單嘅一個例子，我哋煮飯，我哋首先要知道點樣做。咁之後就係我哋要知道啦，煮一道菜嘅一個知識，之後咧先至去買咧係煮飯嘅一啲器材，先至可以真係開始係實際咁去做㗎。呢個比喻想講嘅就係話咧，佛學院同禪修院咧，或者係佛學同埋禪修係同等重要㗎。只係話咧，有時候先後嘅順序係有啲唔同，但係並唔係話邊一樣比另一樣重要。因此啊，江波巴大師曾經告誡大家，初學者係要努力於聞思。之後江波巴大師就話啦，之後咧就係紮實穩定之後，意思就係話當佢嘅聞思都清楚穩定之後，先再進入修持禪修。同樣啦，道松前巴亦都有講，智慧係無比重要嘅。
但係呢種咧脈輪吞組嘅知識咧係並唔係一種智慧。要生起嘅咧係乜嘢咧？就係要係生起聞所成慧，幫助我哋認識煩惱，同時要生起思所成慧去壓制煩惱，同埋要生起修所成慧去根本去斷除煩惱。咁所以只係咧不斷咁去，好似知道好多嘅知識，並唔表示係智慧。就好似呢度祖師大德裏邊所講嘅一樣啊，法王米覺多傑亦都係好深深咁知道，身為家主嘅弟子，首先係要有好完整、好穩定嘅呢個文思，就係喺思想上打好好嘅基礎，學習好呢個顯密嘅典籍之後呢，最後先至可以去到啲山岩啊、雪山上邊去做禪修，有所體證，真正咁去仿效過去家主嘅祖師嘅善妙嘅行儀啊，咁先至係真正嘅我哋叫所謂嘅子承父業，咁樣先至係一種傳承。咁法王覺得就係呢個點解係法王米覺多傑咧係咁重視呢一個佛學教育嘅諗法啦。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咧，其他教派嘅睇法，對於家主岡倉家主嘅睇法，當然好多教派有唔同嘅睇法。呢個主要係講嘅插簽落釋迦措嘅呢位大師嘅一個睇法，就係佢對於噶瑪巴米覺多傑成立法學院推廣教育嘅睇法係咩呢？咁喺形容佢嘅講法之前呢，首先我哋就講解一下呢位大師係邊一個。咁呢個插簽落釋迦措係薩迦派嘅一位大師，因為薩迦派主要有3個傳承嘅大師，就係岳、宗、察呢3位大師。咁佢就係呢3位大師之一啦。佢就係察巴派嘅呢個宗師。佢亦都係咧多人昆邦巴嘅心子。佢咧可以係集學者同成就者於一身，但係比起學者嘅身份咧，佢係更似係一個成就者㗎。佢最初嘅時候咧，就喺格魯派嘅呢個扎西隆布寺學習，佢係跟隨呢個根敦嘉措大師得到沙彌戒，就係佢係第2世尊者嘅呢一個，佢嘅亦都係第2世嘅尊者，佢有個法名咧，亦都係由第2世尊者所賜嘅，賜佢名為呢一個落釋迦措。但係後來就係為咗咧，佢要醫療佢嘅腳病啊。咁根敦嘉措咧就將佢派到去薩迦派上師多仁昆邦巴嗰度學習。之後佢留咗喺嗰度，就成為咗一位薩迦派嘅大師。咁一般會講啊，薩迦派就會佢會講咧，有3位精通顯成嘅大師，3位精通密成嘅大師。3位精通顯成嘅學者就係雅、沉、容3位，精通密成嘅就係岳、宗、察3位，顯密皆精通嘅咧就係果、悉、達3位。咁呢度裏邊，插簽落釋迦措咧就係精通密成嘅3位學者其中之一啦。咁佢總之就係好著名嘅一位大師，佢係跟隨過好多位上師學習，亦都係咧跟隨過呢個卡瑪清尼巴嘅學習。咁佢有2位日月好似日同月一樣嘅弟子，一位就係呢個音節王秋，另一位就係蒙圖魯尊詹措。之後咧，尊者蘇南詹措亦都喺佢座前學過法。第5世尊者亦都係跟隨過佢嘅弟子學法，而第5世尊者亦都咧寫過呢一個插簽嘅呢個傳記㗎。咁佢嘅背景講到呢度啦。總之就係喺佢嘅自傳裏邊就提到，
佢有一日啦，去到呢一個隻孟紅嘅呢個謝摩車嘅地區嘅時候咧，啱啱好咧，法王米各多傑咧，亦都係嚟到嗰個地方，呢一個聳尼摩屬呢一個咁嘅地方啦。當時屬呢個地方嘅人呢，亦都係屬於呢個迪巴倫東巴嘅，屬於佢管轄嘅地方。咁佢咧當時話俾個當地嘅臣民咧，要盛大咁接待呢個加馬巴。咁所以當時嘅人呢，節孟紅當地嘅人呢嘅臣民呢，就好歡喜咁樣去要盛大咁樣去迎接加馬巴。但係咧，洛千監數佢嘅當時記載就係佢心裏邊就諗啦，佢自己亦都唔係好識呢一個加馬巴，佢都唔覺得咧要點樣去特別高興興奮。總之咧，佢當時大概係見到好多人啦，有好多人就會問佢啊，你係咪要見一見加馬巴啊？咁當時佢就話啦，呢個加馬巴，佢大概可能亦都係一位聖者啊。佢意思就話，但係佢話佢可能或者係一位聖者，但係喺佢自己嘅經文同認知當中，真正嘅加馬巴就係達波倫波車三位主要嘅弟子，就係康巴三人裏邊嘅杜松前巴啦，即係康巴歐些啦。咁如果佢哋能夠會盡到自己嘅本分嘅話，個本分就係咩呢？就係將印度那洛梅紀等等嘅教授同埋藏地加馬巴、密納巴嘅傳承落嚟嘅修辭傳承，係佢哋係應該要守護㗎。但係佢哋都冇咁做啊，就好似諺語所講，應該要去油白漆嘅佛塔就唔理，但係咧就喺唔需要油漆嘅呢個山壁上邊塗上咗呢個白漆，意思就係話啦，因為佛塔係咪唔係應該要去供漆，要去塗上呢個白色嘅漆嘅咩？但係你又冇喺嗰度去油去佛塔，令到個佛塔變得黑掹掹。但係咧就去向住一個山壁上邊去油上呢個白漆，意思就係自己本分冇做好，就去做一啲唔關事嘅冇需要嘅嘢啦。咁佢哋咧，其實咧就係比唔上薩迦同埋格魯，但係佢哋就係妄想要想分庭抗禮。嘗試上咧，要去辦佛學院啊，要辯經啊等等。於佢哋好似咧喺度做咗好多嘅事啦，但係咧質量亦都做得唔好。之後佢就喺自傳裏邊繼續寫啦，就係佢話佢知道咧，世間好多大官、小官、僕吏等等啦，佢哋咧都係咧跟喺呢啲人身邊咧做住好多嘅事情啊。然後咧，佢完全咧忘記咗傳承上師嘅教言。而家咧，
好多家豬比較厲害嘅啲祖古或者真人都俾佢帶走啦。而加馬巴裏邊，即係對呢一個法學院同埋禪修院裏邊都有啲人呢，即係啲比較好嘅人呢，都對佢有啲批評書呢，佢自己對佢係生唔起信心嘅。咁佢嘅意思就係話啦，米國多傑呢應該做嘅應該要好好去做實修，並唔應該呢係做一啲呢唔係佢本分嘅事情，即係講緊呢就係成立法學院嗰啲事情啦。但係呢，法王自己嘅睇法係咩呢？呢個係從好多唔同角度嘅嚟去睇嘅話呢，法王米國多傑係對呢一個法學院係非常重視。佢咁做唔係想要同當時嘅格魯或者薩迦派嘅辯經院去競爭，或者係去模仿佢哋，更加唔係呢係一種冇主見嘅一種作為啊，或者好似寫本續末嘅一種行為，並唔係咁嘅。的確啊，好似薩迦派嘅大師所講，喺過去加珠派嘅大師或者歷代加馬巴都係以實修為主。但係呢，越到後代後期，越到呢一個近代，真正具備信心精進嘅人呢，係越嚟越少啦。所以真正投入實修嘅人呢，係越嚟越少，呢個係一個原因。呢個一部分，另一部分嚟講啊，喺加諸教派裏邊，包括其他派別裏邊，對於加諸嘅法教同傳承，亦都存在咗好多無知、誤解同埋疑惑啊。所以真係要呢，好及時地去提升返佛法整體同埋個別教派嘅知識教育呢，係至為關鍵啦。喺另一方面嚟睇呢，我哋可以係從研究法王米國多傑嘅呢一個佢嘅教研集裏邊會發現到，佢點解會咁關注呢個佛學教育，就係亦都睇到佢好似博多亞教研修心水語等等呢啲格當派嘅祖師嘅典籍，仲有馬爾巴、密勒巴、岡波巴、帕莫竹巴、長察巴同埋直貢、智天頌公等等嘅呢啲家諸祖師嘅教研呢，都係特別重視。佢對呢啲大師嘅著作教研唔單止好認真咁文思學習，更加為其他人呢廣為呢一個廣說教學，並且撰寫咗好多相關嘅注解。無論啊，佢喺呢一個講解呢個顯密任何主題上邊呢，都可以睇到呢，佢對呢個家諸祖師嘅思想呢嘅着重同埋強調。特別啦，就係對呢一個護主直貢巴大師嘅正法一義，法王就尊稱佢為達波家諸嘅大部派。法王一生當中就多次講說同埋聽聞呢一部論典。喺佢嘅教研集裏邊啊，對呢一個正法一義嘅注解呢，就有4卷咁多嘅。咁所以啊，米國多傑對佛學嘅呢個講說體系嘅傳揚呢，並唔係要模仿其他人，亦都更加唔會係要想同邊一個去競爭。點解咁講呢？其中最主要嘅原因就係話啦，再唔學習嘅話呢，就好似大師徒像粗長創彩嘅遺言裏邊，佢有提到啊，
過去如來三世諸佛都係集學者、成就者於一身嘅，但係到咗後世，我哋呢啲禪修者就冇辦法成為一個學者，因此係會俾所有人呢批評為、詆毀為愚笨頑固無知嘅禪修者。呢個問題最後會落得係結果咩結果呢？就係佛法上邊都唔得到承認，世間人法上亦都唔得到被認同。所以法王米果多傑係確實係好急啦，因為再唔學習嘅話呢，就真係嚟唔切啦。而且當時呢，再加上呢一段裏邊有講過，就係佢有好多人嘅詆毀佢啊，就係會話佢係一個愚笨頑固無知嘅禪修者，就會咁樣去講呢啲噶舉派嘅行者啊，就會覺得啊，嗰啲人只係識喺山裏邊閉關，係愚痴無知嘅禪修者。所以咧，法王當時就係喺一個迫不得已嘅情況，亦都可以話係好焦急嘅情況之下，不得不成立佛學院，並唔係話要同邊個去競爭，唔係同其他教派分庭抗禮。喺另一個方面嚟講，我都唔能夠總係講哦，噶舉嘅不共思想有幾咁難得，而之後咧就將自己咧將呢啲就係擺喺自己嘅枕頭側邊，好似係將呢個手掌咁大嘅地方，咁大嘅一啲內容就將佢收起自己嘅枕頭邊，係唔可以。我哋應該就係要將佢用於咧係解釋佛陀嘅教言同埋大經大論之上，咁樣先至可以係同大家分享，同埋將呢達波噶舉祖師嘅呢一啲不共嘅思想用喺呢啲大經大論之上，之後去同別人去交流，咁先有用噶。但係因為冇咁樣做，先係招致好多批評。咁所以法王覺得啦，法王米果多傑成立佛學院，其實就係佢咪就係話想我有一個地方俾一堆真人去讀書咁就得啦。佢唔係㗎，佢做呢件事其實係真正係想將達波噶舉不共嘅思想係用於去解釋呢一個佛陀嘅大經大論之後呢，就係透過呢一個方式係同其他教派做更多嘅交流。咁係呢一個係非常大嘅貢獻。所以就係因為法王米果多傑嘅關係咯，就係我哋而家喺噶舉派裏邊嘅對大論嘅注解，而家係仲可以閱讀學習，亦都可以喺其他人面前炫耀嘅呢，就只係亦都係得第7世同第8世伽瑪巴同埋遍知帕瑪加波等呢幾位大師嘅著作。如果我哋喺呢一個鎌倉噶舉裏邊冇呢啲著作嘅話呢，咁我哋可以話係冇任何嘅一啲經典可以睇啦。所以而家我哋而家睇翻轉頭，而家我哋喺幾百年之後啦，睇翻當時啦，就係睇到第8世嘅法王真係不可思議，真係咧係會特別感動噶。譬如講起90年代啦，或者99年嘅時候，第16世嘅伽瑪巴咧係印製咗呢個白旁版嘅米果多傑嘅論著，嗰陣時係送翻到去藏地。咁當時噶舉派好多嘅僧眾咧，都係喺法學院讀書嘅僧眾咧，非常之感動，非常之歡喜啊！
當時其他教派嘅法友嗰啲真人亦都好驚訝，就話：哦，你哋家豬派亦都有咁樣嘅，能夠有咁樣嘅論點喎。咁因為佢哋覺得其實唔太可能有啲咁嘅論點，佢哋都好驚訝。當時咧都有啲堪布咧係真係咁樣親口跟法王講嘅。咁亦都唔能夠怪佢哋，因為近200-300年嘅時間裏邊啦，家豬派嘅佛學院大部分都被毀壞，好多嘅大經大論呢都已經嘅講説嘅傳統亦都斷絕咗啦。雖然只有喺康區嘅白旁、蘇曼等地咧恢復咗佛學院，亦都有講説呢個13部大論等等，但係咧就冇辦法去講咧第7世、第8世法王嘅著作啊。所以唔好話其他人啊，就算係包括自己人都係會以為家豬派或者江倉教派裏邊係冇5部大論嘅注解，佢哋會有咁樣嘅講法，其實都係情有可原嘅。但係無論如何，上邊就係咁樣舉咗薩迦派呢位大師嘅一種講法，佢只係一個代表。但係其實喺其他教派都有好多咁嘅講法，時間唔夠亦都唔多講。但有時法王就會覺得，哦，呢個大概就係家豬派嘅命啦。一方面嚟講啊，家豬派就算學咗大經大論，係成立咗佛學院，但係都想係能夠可以好似同家豬派、格魯派分庭抗禮，但係咁做又會俾人批評，哦，你冇盡到實修傳承嘅本分。但係另一方面啦，如果你冇好好讀書，咁嘅話呢，家豬派嘅行者大手印嘅修行人呢，又會被批評為愚痴、禪修、山中外道。所以呢，好似就係無論點做都好，都會俾人鬧啊。咁因此呢，呢個大概就係家豬派嘅命啦。總之，法華米覺多傑上一堂我哋有講到啦，佢成立咗好多顯成密成嘅佛學院。今日咧，法王主要係想講呢，有個叫加策加瑪崇魯林，加策加瑪洪魯林。但係喺講之前呢，法王想休息10分鐘。大家想想，要對加塞加瑪雄鹿林嘅從中世沒有巴拉斯，大的米句都是嘅青年嘅茶商，大能性嘅亞茶商。之後要呢介紹嘅就係法華米覺多傑建立好多嘅顯成佛學院、密成佛學院當中其中一座叫做加瑪洪魯林呢個佛學院嘅一個緣起同埋有關嘅一啲介紹啦。為咗方便起見呢，就係分為大概9至到10點，10個要點去介紹。咁最初興建佛學院嘅緣起，我哋主要咧就係根據賢者起現同埋乾倉金曼月亮水晶曼呢2部著作裏面嘅記載。2部記載都係記錄喺水龍年，就係1532年藏曆10月嘅時間啦。咁就係法華米覺多傑同加千大營一眾嘅行者啦，就係抵達咗公布大察哇空地呢個地，大察哇空大哇察空呢個地區啊。咁就係邀請咗列些林呢個加瑪真院嘅學者
包括就係呢個人簽列巴、熱強巴、桑傑耶喜等等嘅10位格西，主要就係依靠呢10位格西嘅基礎啦，再加上其他嘅著名學者作為呢個基礎，咁佢哋其他幾位學者就係包括咧，當時已經係跟隨住法王聽法嘅阿里、熱強巴秋、朗列巴。同埋呢個康巴嘅呢個地區嘅熱強巴、森格桑波，仲有古格地區嘅熱強巴德、頓巴等等嘅呢啲著名學者前知識，總共咧係有20幾位學者㗎。咁就係以呢20幾位學者作為基礎，就係喺呢個加瑪加千大營裏邊，第一次就創建咗呢個加瑪洪魯林嘅法學院啦。呢個法學院就係跟隨住加千大營咧，到處遷徙嘅。當時呢個主帳篷就係加瑪巴嘅主帳篷，咁之後咧，次一級嘅帳篷啦，就係其他法子、加扎巴、夏馬巴嘅帳篷啦。當時成立法學院嘅時候咧，最主要係邊啲老師教書並冇好清楚記錄嘅，但係之後咧就有啲記錄啦。咁之後當時咧就係呢一個，當時係因為佢係喺列些林嘅一個學者人謙列巴，咁呢一位學者佢後嚟咧就去咗木雅拉啲格丁林呢個地方咧，亦都有去成立法學院，並開始咗呢個五部大論嘅教學。呢所拉啲即係野替子啦，中文亦都仍然存在嘅，而家仍然有嘅。咁法王睇過一篇咧，對呢個寺院嘅一個簡略介紹。咁就係因為後來咧，因為蒙古軍眾攻，咁就摧毀咗呢位拉啲野替子，就被摧毀啦。之後咧就成為咗一所寧瑪派嘅寺院。咁總之咧，呢位人簽列巴咧，可以話係咧米覺多傑嘅弟子裏邊其中一位著名嘅弟子學者，佢係咧可以話係弘揚佛教利益眾生嘅好重要嘅一員啦。第二點就係咧，巴窩祖拉成雅擔任法學院嘅阿闍黎，喺水蛇年1533年啦，即係咁喺藏曆9月嘅時候咧，法王米覺多傑就賜予巴窩祖拉稱啦一尊珍貴由珍寶塑造而成嘅呢個法王米覺多傑自己嘅一個塑像，同埋一部咧法王親筆嘅著作《戒律大疏》。仲有咧，就係一塊咧有獅子嘅呢一個花紋嘅繡花佛被啊，即係好似一個方形嘅一個絲織品。咁就有呢3樣嘢咧，就送咗俾呢個巴窩祖拉稱話，同埋當時咧都講啦。
因為佢過去有縮細嘅權力嘅緣故咧，就安排咧佢擔任加馬洪魯林嘅教學阿闍黎。咁喺巴沃佐拉青蛙嘅呢個傳記，佢名為《容貌鏡中顯現》嘅呢部傳記裏邊咧，就有記載啦。咁喺呢度之後咧，呢個事情之後咧，就係喺火雞年1537年。咁喺呢5年裏邊咧，巴沃佐拉青蛙咧就喺嗰度任教，從攝類學開始教學，之後咧就再教中觀、現觀、戒律、俱舍、量論等等5部大論，仲有教呢個甚深耐疑、異品俗、寶性論等等，培養出眾多精通顯密學說嘅呢啲學者啦，嚟到咧廣納具備各解兩種功德嘅廣大真才。咁喺帶領之下咧，學院咧就係昌盛興隆啦。咁第3點就係咧，另一個時期啦，就係由阿里熱巴有來自阿里嘅學者啦，熱強巴，佢嘅名叫做秋朗列巴，擔任阿闍黎。咁佢就由火雞年1537年藏曆2月，當時米覺多傑啦，同埋亦都有呢一個同呢個加千大營一齊啦，就到達咗直貢嘅呢個龍聚扎西草原嘅時候，當時咧巴沃佐拉青蛙已經擔任咗5年啦，咁佢就要請法王俾佢去告假，卸下呢一個佛學院嘅阿闍黎嘅教職。同時，法王咧亦都係從呢個真院裏邊咧，就選咗一位學者擔任新嘅阿闍黎。之後就從眾多學者當中咧，就決定由阿里地區嘅呢個學者秋朗列巴擔任呢個阿闍黎啦。之後喺土9年1536年，法王喺呢個米國法王咧喺呢個同埋呢個加千大營咧，喺坐報紙過年之後咧，就去咗呢個紐拉呢個地方停留。喺呢個紐拉呢個地方咧，本身就有呢個列舍林嘅呢個佛學院啦。咁隨住呢個大營嚟到啦，咁因為大營裏邊有呢個加馬順魯林，咁所以咧送林。咁所以當時咧，法王就指示咧加馬列舍林嘅學者同埋加千大營嘅呢個加馬洪魯林嘅學者咧，要依據呢個教理，就以辯論嘅方式對呢一個5部大論咧進行研討。咁所以呢個時候咧，當法王米覺多傑停留喺呢個紐拉呢個地方咧，2個佛學院嘅學者咧，就進行咗好多長時間嘅辯論同埋研討。咁法王咧亦都非常之歡喜嘅。呢個係1539年，法王同呢個加千大營咧又遷移到去呢個仁部地區。咁法王當時咧，法王米覺多傑當時就為加馬洪魯林嘅佛學院嘅學僧傳授佢嘅著作《現觀大疏自尊優釋》呢一部著作。當時可以話咧，藏地裏邊最著名嘅文學方面造詣特別高嘅一位學者咧，就稱為巴康譯斯。咁佢當時亦都喺呢個加千大營裏邊咧，擔任教授梵文聲明學3派。3派所指就係雜分派、月白戒派同埋妙音派，亦都係教呢個聲律學、修辭學、詞措學、30論、音勢論、政治學等等文法學嘅阿闍黎。咁所以可以睇到當時加馬
崇魯林嘅法學院主要嘅文法方面嘅老師就係呢個巴漢譯師啦。咁呢個學院裏邊有冇培養出一啲特殊嘅學者咧？係有㗎。喺1540年，喺過咗藏歷新年，同埋祈願法會圓滿之後咧，當時嘅呢個帝巴其實個意思就係當地一個領主，咁佢嘅托傑雅嘅呢一個領主嘅一個親人啦，就跟隨呢個法王米覺多傑出家，佢賜呢個法名咧為呢個加瑪敦當仰達帕。之後佢就係喺呢個加瑪洪魯林嗰個法學院讀書，成為學者。畢咗業之後咧，就翻去佢嘅家鄉。喺佢嘅家鄉裏邊咧，佢成立咗呢一個托傑加瑪杜扎林子嘅法學院。咁呢個法學院嘅名咧，我哋喺上一堂亦都有提到㗎。咁主要咧就係當地嘅一位領主首領，就係佢當時咧嗰個親人出咗家之後咧，就翻去家鄉度建立法學院，就係透過咧講說辯論，就係將呢個家豬嘅教法可以得到弘揚興盛嘅一個例子咯。咁之後咧就係呢一個土司啦，即係拖耶話嘅呢個土司，好多親戚亦都去咗呢個法學院讀書，亦都之後有畢業，好多人就畢業，同埋得到咧呢一個可以好好咁弘揚佛法嘅，咁可以就係話咧呢個法學院弘揚佛法嘅一個範例啦。咁之後，後來米覺多傑法王咧就係被呢一個第巴仁布巴嘅邀請，咁喺3年嘅時間裏邊咧，佢當時邀請佢去後藏啦，但係咧法王米覺多傑就唔同意啦。咁咧，今日佢想邀請佢一啲大嘅莊園嘅地方，但係法王咧一直都係希望咧想去一啲寂靜處，所以佢就冇同意啦。咁但係呢個仁布巴啦，雖然佢冇辦法邀請到法王，但係因為佢知道法王米覺多傑非常之注重呢一個加瑪洪魯林嘅呢一個法學院嘅教學、辯論同埋著作啦，亦都係希望令法學院能夠有進步同提升。咁第巴咧，佢就總之就供養咗好多小沙彌咧去進入寺院，但係呢啲小沙彌咧就冇好多咧係學習得特別好嘅，佢最後只係得幾位咧能夠成為學者啦。後來去到1540年，咁有幾年嘅時間啦。法王當時咧亦都係為呢個加千大型嘅大眾去傳授中觀見阿底峽尊者發菩提心嘅經驗教授，仲有正法一義一義第一品法王自己所寫嘅注解。咁喺歷史裏邊都好清楚嘅記錄㗎，因為當時咧加瑪洪魯林嘅法學院咧係隸屬於呢個加千大營，咁所以自然咧佢哋都一齊咁樣會聽到法王嘅課程㗎。之後第4點就係後來法學院咧就搬到去亞堆，
呢個地方佢係長處於呢個亞堆龍布江呢個地方啦。呢個係喺1543年春季嘅時候，當時法王同加天大營呢，亦都係受到呢個帝巴拉普巴間巴嘅邀請，就去到亞堆倫波江呢個地方。呢個帝巴呢，當時呢，喺法王未嚟之前呢，就已經將一個地方呢係整修得非常好，將個地勢變得好平坦，亦都係種咗好多樹啦，亦都係修復咗個龍王殿。總之呢，佢就係做咗一個園林，同埋修建咗個龍王殿，並且呢，立咗一個石碑，咁個石碑上面就寫住加策卓吉頗章，意思即係喜苑發功。佢目的就係希望呢，加馬巴將來係可以喺呢個地方建立起一座加馬巴嘅寺院，有僧團咁樣係希望有個咁嘅緣起，咁所以佢就係呢，整好咗呢塊地啦，同埋就係呢，立咗呢塊石碑。咁後來法王米覺多傑同埋加千大營裏邊好多嘅呢啲上師善知識嚟到呢個地方呢，就加持開光。咁就係透過各種儀式為呢個地方開光加持，然後呢，就建立咗整個寺院嘅地基。咁後來呢，加馬大營嘅呢辯經學院嘅即係加馬洪魯林啦，就搬到呢個地方常住啦。否則的話呢，以前呢，其實呢個法學院一直都係呢，隨住大營去遷移，但係從呢一刻開始呢，呢個法學院呢，就安定於呢個地方啦。因為呢度個地名叫亞堆，就係喺廿龍呢個地方嘅上方叫亞堆。咁再加上因為緣起嘅關係，因為帝巴佢喺呢一個地方呢寫咗呢個加策卓吉頗章，所以因此呢個法學院呢成立嘅時候名稱呢被通稱為亞堆加策加馬洪魯林。亞堆就係佢呢個地方啦，係亞龍嘅呢個地方上方嘅一個地方，叫做亞堆。堆就係呢個上方嘅意思。咁之後就加咗加車，就因為係由嗰個石碑上邊刻咗嗰個名稱嘅頭兩個字，再加埋加馬洪魯林，咁所以全名就係亞堆加策加馬洪魯林啦。之後就係法王想介紹一下亞堆呢個地方嘅地理劃分同埋呢一個拉普巴間。藏地咧有一個好出名嘅雪山，叫做瓦拉香波雪山。咁喺嗰度流出嘅水咧，就係造成咗呢個瓦龍洪，其實意思就係由瓦山所造成嘅一個谷地。咁嗰度亦都分為上、中、下三區㗎。咁亞堆咧就係屬於上區。佢嘅別名咧亦都叫做倫波江，咁所以咧有時會叫做亞堆倫波江。咁呢個地方咧，佢嘅領主有一個宮殿或者叫做莊園啦，叫做桑珠德千則，咁有時簡稱為桑帝。咁呢度嘅嗰位首領，即係藏文叫帝巴啦，佢血統裏邊咧有個啦。
點解咧？就係因為咧係琅達馬佢有兩個仔，一個叫做遺松，一個叫做永癲。咁據說咧，呢個拉布巴間，據說咧就係呢一個咧胡松，或者有時個藏文叫胡松，即係好似飲光嘅意思啦嘅血脈。咁但係按照呢個另一部傳記記載，呢個永癲嘅呢個血脈咧係有傳自亞龍嘅贊普血脈。咁呢度有兩種唔同講法。咁呢度都係睇到啦。當時嗰個地方係有一個莊園，莊園咧有入邊咧有一個好細嘅呢一個地方，咁所以咧呢一個咧拉普巴間，佢總之就係選擇咗一個最好嘅一個咁嘅林園啦，園林啦。有好多樹木，有水流嘅呢一片嘅地方，非常好嘅地方，供養俾法王去建立呢一個法學院。之後要介紹一下加策加馬洪魯林嘅規章制度。喺呢個法學院，仲隨住加千大營移動嘅時候咧，當時就係咪已經係當時就已經係寫低咗呢個清規？咁呢個清規嘅標題就叫加策加馬洪魯林最初於加千世間嚴宗之臨時清規。好清楚呢個名字就係話俾大家知咧，其實當時咧呢個清規就已經係喺學院仲係喺加千大營嘅時候，就由法王所賜嘅。而且佢入邊有提到臨時兩個字咧，其實就係咧法王諗住都係暫時係喺個加千大營裏邊，但係將來咧有一個可以常住嘅地方之後咧，正式落咗一個穩定嘅地方，就會再有正式嘅清規。咁第七啦，就係法學院所依能於呢一方面。但喺1550年嘅時候啦，藏曆9月下旬或者係10月期間，法王米覺多傑同埋加千大營咧，亦都係到咗亞堆呢個地方啦。當時法學院大概已經係興建完成啦。咁米覺多傑咧就為加馬洪魯林同埋所有加千大營嘅僧眾傳授第三世帕莫竹巴加雅扎巴窮乃嘅部派史。期間法學院嘅學者咧，亦都係透過咧呢個難處討論，同埋依據教理嘅辨識等等嘅方式咧，係對各大論點咧進行研討。之後咧就係講印各種經典，就係喺1553年左右啊，法王噶瑪巴就指示巴窩祖拉青啦，就喺亞堆嘅呢個加策加馬洪魯林嗰度咧，
要刊印加瑪巴啱中多傑嘅好多嘅著作啦，包括呢個甚深內爾自述，同埋加瑪巴卓贊湛操嘅量論邏輯海典，個法王米各多傑自己嘅著作《現觀大疏》等等嘅呢啲典籍。當時學院應該亦都有刊印呢個《律經大疏》嘅。咁當時呢啲木刻版呢，都已經係唔再存在，但係呢，當時有刊印嘅經典呢，亦都有保存到而家，其中包括有呢個《律經大疏》，亦都有保存落嚟。咁法王米各多傑圓寂之後呢，佢嘅攝政就係呢個片茲夏瑪巴潘秋野納，咁係佢嘅弟子就係第9世加瑪巴旺秋多傑，再係佢嘅弟子就係夏瑪巴卓吉旺秋，之後就係佢嘅弟子就係第10世加瑪巴卓英多傑等等。喺佢哋每一位大師嘅時代呢，咁係加瑪崇魯林嘅呢一個學院嘅情況係點呢？今日就唔多講啦。呢度第9個啦，就係加瑪崇魯林嘅學院最後係點樣嘅結局呢？點樣被破壞呢？呢個亦都唔多講啦。咁最後之後就係第10點。就係講緊呢個喺金丹有一個金丹退桑達傑林嘅呢個寺院嘅成立。咁當佢咧就係1651年藏曆11月嘅時候，第5世尊者咧就去咗呢個雅龍嘅地方，建立起呢一座金丹退桑達傑林嘅寺院。佢係屬於咧外地13大寺之一。咁佢嘅位置喺邊度咧？就係佢係位於西藏自治區丹南乃東縣亞堆鄉曲德貢村。佢係屬於西藏山南地區最大嘅格魯派寺院其中之一間啦。咁就係由於呢個 Tudjang 老師做咗啲研究，亦都係去過呢個寺院訪問呢個寺院嘅真人，請佢哋講講呢個歷史。咁我哋有講到咧，11世紀嘅時候咧，有個叫做拉易斯多傑澤，佢係創建咗呢一個寺院。之後去到公元17世紀嘅時候，第5世尊者就建立咗呢個寺院啦。大概內容就係咁樣啦。但係有啲咩明證可以證明到呢座寺院過去係一座家珠嘅寺院呢？亦都係話就係過去嘅家珠洪魯林呢？首先係點樣去證明佢係一座家珠寺院呢？就係喺2樓嘅護法殿嗰度，大殿2樓個護法殿裏邊有練誦札，仍然有第8世加瑪巴所撰寫嘅馬卡拿嘅一個去布斯多瑪嘅簡略儀軌叫馬達馬。另外仲有咧，向家珠所有空行獻供多瑪，即係食子啦嘅頌文啦，同埋向地神獻白食子嘅頌文。特別就係向空行供多瑪嘅頌文裏邊有落藏話做乜扎啲七靈麻青啊，吉祥個天女啊，達拉，我哋講波，達拉講波，
呼倫錯布等等呢啲名，呢啲地名，其實就係好清楚記載咗噶舉派嘅禪修地點同埋主要嘅大寺，但係佢哋大概冇特別留意呢部分咯。同埋咧，喺文化大革命之前咧，大殿裏邊嘅舊嘅金剛總持像咧，仍然係舊嘅噶舉寺院嗰個時期所塑造嘅嗰啲佛像，但係而家已經冇咗啦。咁就係以上呢啲內容啦，提到嘅就係洪老家遷臨喺雅堆，之後有一個就係點解會即係呢個寺院嘅呢個歷史咧，都係由呢個出家奧舍呢個老師咧，呢位老師不辭勞苦嘅研究。咁點解而家我哋要講到呢一個格魯派寺院，要提及呢個金丹退桑達傑林呢個寺院咧，係有原因嘅。廣生阿不前邊個人諗土古里佢生嘅呢溫堂俾拿落嚟啊，搞得送到神。點樣可以好明確咁樣係可以證明到呢個金丹退桑達傑林嘅前身就係呢個卡薩洪魯林咧，就係因為喺第五世尊者嘅自傳裏邊第一卷有提到，鐵兔連噶舉傳承遺跡改建之寺院金丹達傑林。唔好意思，係呢個乾倉傳承鐵兔乾倉傳承遺跡改建之寺院金丹達傑林。咁呢度提到啊，乾倉傳承遺跡，咁即係曾經有之後就變成咗遺跡啦。另外仲有一種寫法就係話，譬如話乾倉傳承，如果唔寫呢個遺跡咧，就咁係乾倉傳承改成嘅寺院咧，冇遺跡嘅意思咧，就係嗰個寺院本來就係呢一個真人仲有，同埋建築仲喺度，佢就係變為另一個傳承嘅寺院。但係呢度咧，主要係提到就係由遺跡改建而成嘅呢個寺院咯。於從呢一句睇嚟就係鐵兔年就係公元1651年，就係第五世尊者去到亞龍呢個地方，佢就係喺噶瑪洪魯林寺院嘅遺址上興建咗呢個金丹退桑林寺。咁呢個咧亦都係同第斯桑傑嘉措嘅歷史源流記載嘅時間係一致嘅。咁呢度提到乾倉寺院，點解所指嘅就係乾倉加遷加策洪魯林寺咧？因為就係同樣喺尊者嘅自傳裏邊後面更清楚提到，喺鐵雞1681年，退桑達傑林喺過去已有嘅基礎上，亦都係雅堆加策嘅遺址嘅寺院，就好似過去一樣保留咗，為咗希望令呢個善得以積蓄，咁就修建咗寺院嘅主體大殿上嘅拉莊拉像、東方嘅庫房同埋周圍嘅真料，有咁樣嘅一段記載。
까마 미기도 지기 차 답샤베기 아니 가사 야르데 가제 까마 슈누링디 임바테 파지 세브르지 온디 도 삼삼르스도 다바지 디린 슈야 咁從呢一段裏邊呢，就係涉及到當時好多嘅遺留落嚟嘅嘢咧嘅嗰啲遺跡啦，咁就係留咗俾後來嘅退桑達傑林嚟使用啦。咁有好清楚嘅呢個記載，可以話咧就係呢個金丹達傑林寺嘅前身，就係家珠江倉家珠嘅呢一個嘉策洪武林寺啦。咁我哋首先可以睇到啦，過去家珠有江倉家珠有咁多嘅佛學院，係真係非常之難得嘅。過去咧，真係唔知道咧係有咁多嘅佛學院嘅。但係後嚟咧，就喺之後嘅幾百年嘅時間裏邊咧，大家就冇辦法學到呢一個好似第7世、第8世法王所寫嘅呢一啲著作。但係而家咧可以話咧，大家再有一個機會可以讀到好啲大師嘅著作啦。而且而家咧就有好多呢啲佛學院又再重新興建嘅。咁確實啊，而家咧回顧翻過去呢啲歷史，睇到第7世、第8世法王當時睇翻佢哋嘅佛學院係咁興盛嘅時候，咁係要更加要珍惜。咁呢個亦都係一段歷史。當時咧亦都冇咩剩翻嘅一啲佛學院留翻落嚟嘅一啲遺跡，亦都係冇留翻落嚟啦。咁所以咧，而家大家要珍惜，而家係有機會可以喺佛學院讀書，同埋亦都係手上係能夠可以讀到呢啲過去法王嘅呢啲經論。希望大家都要擺喺心上，係要知道呢個係好難得嘅一件事。所以我哋係要知道咧，第8世法王佢俾我哋嘅呢個告誡係咩咧？就係話啦，學修要並進，禪修實修係唔容易㗎，你必須係要有一個好紮實嘅聞思嘅呢一個，同埋有信心。你要有呢一種咧信心，亦都要有智慧，亦都要有咧願意一生投入實修嘅咁嘅精進。所以而家當然真係好難咧，再會話有人話我要一生投入實修。我亦都係絕對唔能夠話咧，我淨係修持就唔聞思，咁亦都會因此而招致其他教派嘅批評。所以佛學院咧係非常重要。佛學院喺佛學院讀書嘅時候，我哋都要知道咧，學修係要並進嘅。而且喺閱讀呢個大經大論嘅時候咧，亦都係要真係要知道要點樣
將歷代祖師嘅思想咧融入到去落嚟去解釋呢啲經論，嚟做呢個交流嚟做解釋，就係作為自己真正實修嘅基礎。而唔係只係咧自己守護住自宗，淨係就覺得自己嘅教法好珍貴、好難得，就係守護自宗嘅教法，但係唔同其他人交流，咁樣嘅話咧冇用㗎。好，今日咧就大概講到呢度。咁我哋就會做回向。咁道務嗰部分咧就各個寺院自己念誦啦。我哋而家就首先回向。咁剛才有一個唔記得咗俾大家睇嘅投影片，就係而家嘅金丹達吉林。咁聽日係有課程㗎，咁所以大家明天見。